樂意聽嘅人親密，請見識演講，普過喜好範例。各位評判先生，各位同學，大家好，我係1號，今晡日我愛演講嘅圖稿係編號4號，樂意聽嘅人親密，樂意聽嘅人親密。有一日為辦學嘅時節，阿明坐佇教室拄方，頭我嘅網頂充滿我背，讓解釋真好，我背落太易嘅，今晡日無帶到隨意嘅，也係渣嘅，係講讀等於轉去，見錯會看到。就佇也樣時，阿明嘅同學行檢來問，阿明，唔係無帶到渣嘅？我拄好有2支渣嘅，做得這1支哦。阿明聽到有人愛這支渣嘅，心頭一陣小暖，開用笑面講，什麼按仔細。話講，這阿明渣嘅同學拄好咪係阿明嘅隔壁鄰舍，故所兩下手徛等渣嘅，佇全屋嘅路上有講有笑，心情歡喜天天嘅行等，唔到啲嘅就轉到屋面前咧。阿明實實留渣嘅還本同學，佢喊同學佇屋面前等一下嘅，阿明總等入屋，等又總等出來，書房徛等一個嫩茶食本鄰舍同學。佢講，識人一後，壞人一鬥，今晡日大幫唔將愛渣嘅，希望愛就會獨意轉屋卡咧。什麼按仔細有中意請分享，還愛拜託大家，可以再講客話，傳承客文化。